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，傳播傳統正宗卻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。內容涵蓋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數、風水易卦、相學等多門術數。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，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，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。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，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，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，睇得更遠。文章於2014年4月13號刊於道基玄學網站。此篇章同時取錄於第202卷2014年4月號玄學雜誌新玄機中。四柱八字嘅其中一種作用係作為提供人生命運資訊嘅文字信息圖。你可以將其視為純文字嘅組合，亦可以將其視為有多重效果嘅視覺畫。表面粗略睇係一幅平面文字圖，實際卻係層層相關嘅立體影像。無論你喺現實社會裏邊係乜嘢地位身份，四柱八字要透露嘅只不過係命運信息。唔同角度、唔同立場去睇，自然會睇到唔一樣嘅信息。佢對人唔會有選擇性嘅透露，只有人對佢有選擇性嘅解讀，又或係局限性嘅理解。傳統命理上睇，刑、厄都係負面而帶破壞性嘅。喺古時嘅社會裏面，如有人被認定為命犯刑夫妻克子女，刑父克母都會被嫌棄，甚至會被拋棄，嚴重者更會遭惡意攻擊及對待。呢種與生俱來嘅不幸，嚟到21世紀嘅世界，仍然受到或大或小嘅歧視。佢已經第3次披嫁衣啦。佢第一任丈夫同佢先至一齊2年，便因車禍而亡。第二任丈夫更唔到1年時間，即發現末期肺癌。咁克夫，竟然仲有男人願意娶佢，睇下今次呢個能撐幾耐都。雲英未嫁嘅朋友冷諷，佢媽媽喺產下佢冇幾耐之後，因為觸發隱疾而過身嘅。對住呢種如此黑母嘅子，教我如何愛，如何恨。喺1日內多咗個仔，卻少咗一位妻子嘅父親感慨。命相中一直所談嘅刑、克嘅概括面係好大嘅，可以係克死、克傷或者克病，最少亦都認為可令受刑克者生活得不如意，主要都喺度講一方主動地傷害另一方。八字中嘅六親星及六親宮皆見刑、沖、克、害，主刑克該六親。呢種所謂嘅六親刑克被看待成極兇險嘅無形武器，仿佛身邊人都要受其影響而減福，間接造成大部分人以被害嘅心理選擇性地唔同呢類人交往，令呢類人被厭惡。而且一旦為當事人錄上咗刑克嘅印記，其一生亦都將留下啲無法洗去嘅心疤。呢種想法跨時代地困擾咗千千萬萬嘅人，但道基認為呢個係不明實相嘅倒果為因，大大阻礙咗自我心靈嘅成長。習命嘅人都知道，一個被定性為克父嘅八字，其父自己嘅八字本就已帶有不利自身嘅信息。喺犯災禍嘅一年，必然能夠同見於父子或者父女兩者嘅八字中。再多走一步，只要斷命嘅功夫到家，任何一位六親有損，家族中任何一位成員嘅八字都能睇出若干信號。咁子畫裏克咗父，母親冇咗丈夫，佢亦必然身帶夫沒嘅信息。可以話母親都克咗夫咩？祖父母冇咗仔子，佢哋都必然身帶子沒嘅信息。可以話祖父母亦都克咗子咩？叔伯姑姨冇咗兄弟，佢哋亦都必然身帶兄或者弟沒嘅信息。可以話叔伯姑姨亦都克咗兄弟咩？六親有損，信息係遍佈於整個家族嘅。文秀已經話，八字只係庫存信息嘅媒介物，並唔能夠放射威力去攻擊外界物體。各物體嘅肖像自有其各自嘅規律，亦無不受宇宙萬物嘅互動所影響。其實面相亦都如是觀。自所有習命者、命相從業者，與其對命主說命中注定要刑克某某六親，倒不如話從其命相中睇出咗該六親嘅不利狀況。交通意外嘅頻繁發生，並唔係由交通黑點上嘅警告牌造成嘅。本篇完。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謝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